你喜歡講故事，雖然都係真實的，也都是你親身經歷的事，但我以前總說夢，總是只有在自己認為一點都不忙嘅情況下，才能興致大發地聽你講故事。如今我真的好想聽你給我講故事。我知道你還有好多話仲沒有同我講，在你74年的生命中，我和你重疊的部分只有短短嘅16年。奶奶，我好掛住你啊！你在有天之靈，就常來我的夢裏吧，在夢裏接着給我講故事，在夢裏給我說說話吧。